嚟到系列最後一集，我哋首先一齊回顧一下之前幾集學過嘅嘢。由日常應用開始，我哋見識到 ChatGPT 點樣幫我哋安排時間、揾資料同寫電郵。跟住喺創作寫作方面，又學咗點用佢嚟寫出吸引嘅文案、編寫影片腳本，仲有創作故事大綱。第3集探討咗商業分析，睇到 ChatGPT 可以做 SWOT 分析、總結報告同埋幫手諗簡報內容。第4集我哋進入工具整合嘅世界，學識咗點樣將 ChatGPT 同 Notion、Google Sheets、Zapier 等配合，打造自動化嘅工作流程。經過呢4集，相信大家對 ChatGPT 嘅多元用處都有咗全面嘅了解，同埋掌握咗唔少實用技巧啦。呢套系列可以順利推出，多得背後有一套統一嘅風格設計同節奏安排。講解方面，我哋全部影片都用粵語同大家傾偈，而且保持咗親切易明嘅語調，同一啲常用詞彙，務求整套系列聽落有一貫嘅感覺。呢種統一風格嘅設計同安排，可以令觀眾更加投入，每集之間有連貫性，知道係同一系列嘅作品。列嘅創作者嚟講，呢一點都係相當重要嘅經驗分享啊！再嚟講下教學節奏，同學們可能發現每集影片嘅結構其實都大同小異。開頭先拋出1-2個日常情景或者問題，引起大家興趣，之後切入正題去示範 ChatGPT 點樣解決呢啲問題，然後總結幾點重點，最後預告下一集內容。呢種提出問題、解決方案、總結、預告嘅結構令教學好有條理，而且觀眾會好清晰知道每個環節嘅重心。我哋仲特登控制每張舊影片大約講1分鐘左右，語速保持中等，唔會太快令初學者跟唔上，亦避免太慢而冗長沉悶。每集大概5分鐘左右，內容精華濃縮，但又唔會資訊過載，正好照顧到唔同程度嘅觀眾。對於教學影片嚟講，節奏同結構統一，可以令觀眾養成預期，每次都更容易吸收重點。同時每集結尾，我哋都有 call to action， 預告下一集講咩，引導大家繼續追住睇，保持學習興趣。雖然前面幾集已經教咗大家好多 ChatGPT 嘅用法，臨尾我仲想分享少少進階嘅貼士，俾有心繼續深入研究嘅觀眾。首先 ，OpenAI 官方其實有提供唔少提示詞範例，網上社群亦都有高手總結咗好多好用嘅 prompt 清單，你哋可以揾嚟參考學習，知道原來問一條好嘅問題可以有幾大分別。其次，可以試下進階嘅提示工程技巧，例如角色扮演法，同 ChatGPT 講你而家扮演一個專業市場顧問，咁佢答啲嘢會用翻呢個角度，往往更專業。又或者將一個大問題拆成多個小問題分步問，逐步獲得更精細嘅結果。最後都重要嘅一點就係評估 AI 輸出嘅可靠性，尤其做商業或者學術用途嘅朋友要謹記 ChatGPT 答嘅嘢都要經你自己判斷。當你得到一啲重要事實或者數據時，最好可以去其他來源核實下係咪真確，千祈咪盲目照信。另外，千萬唔好過度依賴 AI。佢係輔助工具，幫到你節省時間同獲取靈感，但唔可以完全代替你嘅思考。同 AI 合作得耐，你會培養到一種直覺去判斷乜嘢時候要信，乜嘢時候要再問多啲同求證。希望呢啲進階貼士可以幫助大家更上一層樓。最後真係嚟到尾聲啦，非常感謝大家由第1集睇到而家，希望你哋都學到好多實用嘅 ChatGPT 技巧。如果你覺得呢個系列幫到你嘅話，歡迎你 like 呢條影片，訂閱我哋頻道，仲可以分享俾更多朋友一齊進步。我哋好鼓勵觀眾們將所學嘅嘢真係用落日常工作同學習度，並且歡迎你哋喺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心得，或者遇到咩問題，我哋會睇大家嘅反饋，繼續創作更多有用嘅教學內容。雖然呢一個系列到呢度就完結，但 AI 嘅世界日新月異。ChatGPT 未來仲會有新功能、新玩法，好值得期待。所以大家都要 keep 住學習，緊貼最新嘅資訊，先至可以保持競爭力。再次多謝支持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